好，我哋睇一個柏麗森28樓374尺 B10，呢個正東北向海景。入到嚟咧，其實個飯廳咧好寬敞，因為呢邊咧做咗櫥櫃嘅關係啦，咁呢個飯廳咧可以擺做飯台。咁大家見到咧，其實廳咧都係好方正嘅，梳化電視絕對冇問題。咁其實呢邊咧見到就係個洗手間啦。咁洗手間前邊咧係會有個鞋櫃嘅，呢個鞋櫃嚟嘅。咁下邊咧亦都有收納嘅空間，呢個愛嚟擺遮嘅。有盛水嘅呢個就咁，同埋咧就洗手間，大家見到咧，雖然唔係話空間好闊落，但係咧其實都基本嘅設施咧係有齊晒嘅。咁其實佢裝飾咧都有發電箱，呢個發電箱基本嗰個叫做有個格調喺度啊嚇，即係呢個顏色嘅座廁啦，同埋洗面盤啊。咁呢個咧就係客房嘅位置嚟講咧，就接近2米乘2米鬆啲啦。咁望翻咧就亦都係海景嘅，全海景向東北。呢個係遊艇會嘅海景，門咧亦都係用一啲比較白色啦嚇，灰少少嘅。廳望翻主人房，最後先望翻露台景觀。主人房景觀大家見到啦，其實都相當開揚嘅相當開揚嚇。望翻遊艇會嘅海景，咁樓底咧就接近應該有3米唔係3米以上嚇。咁呢度有個凹位咧可以做衣櫃位。咁跟住咧由呢個主人房行翻出嚟。咁呢個374尺嘅單位一個正東北海景，行翻出嚟露台咧3合1寬敞嘅，擺張藤椅喺度坐住，望住呢個景觀，相當宜人相當靚，個海景相當闊。咁大家見到，呢邊咧亦都會有洗衣機啦，擺咗喺露天嘅位置，釋放翻廚房嘅櫥櫃空間，可以收納多啲。咁呢個咧亦都係有一個防水嘅收納櫃喺度啦，發電箱亦都精心設備咗嘅。咁呢個咧亦都有係晾衫嘅一啲竹竿，咁可以俾客戶咧喺度可以晾衫。咁嚟講咧就好寬敞。望翻廳位置，廚房咧其實騰空咗呢個位置嚟講咧，可以擺到一啲位置啦，可以多咗空間啦，因為洗衣機擺咗喺露台嘅位置。如果對呢個單位嚟講有興趣，又可以聯絡翻我哋志高物業自託代理20載嘅經驗為大家介紹翻。多謝晒。